《镜周刊》报道，动画电影《温泉屋小女将》由热销300万册的日本超人气国民读物改编，由曾参与制作《神隐少女》《怪物的孩子》等知名动画作品的高坂希太郎执导，不但入围日本电影学院优秀动画作品奖，更超越入围奥斯卡最佳动画片《未来的未来》等19部动画作品，赢得日本每日电影奖的动画电影大奖。入行40多年的导演高坂希太郎，参与过许多吉卜力工作室的人气动画，可说是吉卜力工作室的幕后功臣。温泉屋小女将片中以旅馆经营为故事背景，加上个性鲜明的人物角色，让她睽违15年后再度接下动画导演一职。温泉屋小女将自去年9月在日本上映后，口碑相传好评不断，除入围2018年法国安习动画影展竞赛片以及日本电影学院优秀动画作品奖，在韩国富川国际动画影展中，也一举获得长片竞赛部门中的优秀奖和观众奖双重奖项。这也是继《你的名字》后第2部双重获奖的动画作品。另外，在今年1月府公布的日本每日电影奖中，《温泉屋小女将》从等19部入围动画电影中脱颖而出。